如果我看见这个有的新闻是妈妈叫女儿去卖淫，爸爸叫儿子去贩毒，有这样子的父母亲，你要在主里面要有智慧去听从，你不是愚昧的去孝顺，要抗拒。使徒行传第5章也是这样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所以顺从上帝比顺从父母亲更重要，但是在主的里面，神要你孝敬父母，这是你一定要做到的诫命。第5个，我们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能够待人如己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，无论如何，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就要怎样待人，这是律法先知的道理。这我们在上周已经讲了好几次。你们忘记待人如己呢，或是满足自己罪的欲望？强烈的欲望会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。好，所以这些欲望呢，就包括来自我们肉体上的欲望、骄傲、自以为意、贪恋、看重物质、太在意别人、太追求美好的事物。这一些从你肉体到你的心里，到你的贪心、物质，注意人家的眼光，甚至你会追求美好的事物。我一定要穿最漂亮的衣服、最帅的鞋子，哇！我要追逐这个最名牌、用的最好的卫生纸。追求这些都会让你犯罪，欲望会让你犯罪，会让你变成心中的偶像。我想要用最棒的卫生纸，但我一定要最好的卫生纸，我得不到，我就要去论断，我就要去惩罚别人。偶像就这样产生。而且当你又开始用言语犯罪，你就是点起了生命轮子，发动了地狱的火。这些好的欲望是最难处理的，因为我们会把它正当化。我要考第1名不对吗？我要考第1名，我不来教会不行吗？我要考第1名，我不奉献可以不对吗？我要去赚钱，要养家活口，好不行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好的看起来是好的是对的，变成正当化，但是呢，你可能却不自觉的被它辖制，特别是金钱。哇，这个钱要存起来，比奉献更重要。这个钱要拿去缴学费，好，比奉献更重要。这个钱要拿去帮助，要拿去做什么更重要。你会被辖制住，所以呢，以至于它变成是你心中的偶像。你把它正当化，它就变成是你心中冲突的来源。所以这6个，我们要常常检讨自己是不是。这是第2个步骤，要检查自己、省察自己。第3个行动。解决冲突的第3个，修补关系的第3个行动，就是要认罪。我们一起说认罪。刚才呢4个行动，第1个行动是悔改，第2个自我省察，有6个方向可以省察。第3个认罪，认罪呢，好，代表的就是神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见了罪。好，从错误当中得到自由，就是透过认罪。神要的认罪是真正诚实、无条件的认罪，真正诚实、无条件的认罪。而认罪呢，有这7个。A， 向您每个得罪人认错，避免如果但是或许字眼，具体认错，承认所造成的伤害。好，第5个接受后果，第6个改变你的行为，第7个请求饶恕并给对方时间。好，我们也是要一个一个来看，用7个 A 来认罪。好，我们可以看看，把认罪好分析的更深入、更清楚。第1个 A，address everyone involved， 向每一个你曾经得罪的人。承认错误，所有的罪都是冒犯神，所以不论什么罪，都要先向谁认罪呢？你要向人认罪之前，先向神认罪，很重要。好，说一次，向人认罪之前，先向神认罪；向人认罪之前，先向神认罪。诗篇的32篇第5节。我来翻诗篇32篇第5节，翻到了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所以当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要向人认错之前，先向神。而且特别是心里的罪发生在我们心思意念的时候，不会去影响到他人的时候，更要直接向神来认罪。因为你得罪人，只要你得罪的人都要向他认罪。所以你得罪你的爸爸，向爸爸认错；得罪妈妈，向妈妈认错；你得罪了老师，向老师来认错。第2个 A 是要避免 avoid 这几种字 if but and maybe， 避免用这3个字在认罪当中。好，因为认错最糟糕就是使用言语的把责任转嫁给别人，或是用借口减轻罪疚感，把责任推卸。使用上述这些但是啊、或许啊、如果啊，好这些字眼的时候呢，
好，就是表示我们会拒绝担当所犯过错全部的责任，所以会把责任推卸掉，所以我们要 avoid 要避免。第二个 A， 第三个 A 要 admit specifically， 好，具体的认罪，好，要具体的认错。认错越具体越详细，越可能被接受，同时也可以帮助确定要改变的地方。所以我爸爸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好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说错话，说错什么话？就是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，好，我跟你吵架，好，你能够很具体，因为我心里面那时候正在想一件事情，那是我心里面正在为一件事情很生气，所以我说错话。越具体的时候，这个认罪越明显越成功，使人相信已经体会到所犯的错误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违背圣经的原则。所以具体认错，好，你可以学习。为什么要跟你认错？因为圣经告诉我，在主里要听从父母，要孝敬父母。好，但是我刚才觉得我刚刚对你的口气很糟糕、很差，或是过去这个礼拜我跟你吵架，我的这个脸色没有给你很好看，跟你道歉。因为圣经告诉我要孝敬父母。你能够用圣经的话来认罪，对你就是加分。跟你旁边说，就是加分。第四个 A 就是要 acknowledge the hurt， 好，要知道要去承认所造成的伤害。认错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承认造成的伤害，为此感到歉意。爸，我跟你吵架，我真的是很抱歉，而且我觉得我好像伤害了你，妈，很对不起。好，我为我造成让你这样难过掉眼泪，我向你表示抱歉道歉。你可以描述自己类似的经验，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真正了解伤害的影响。好，当我弟弟来骂我的时候，我也是很生气，我心里面是很难过，所以我想到我不应该这样子跟你这样子的争吵，这样的吵架，要去承认所造成的 hurt 伤害。第五个 A，accept the consequence， 好，接受后果。你要去 accept 它，明白接受行为的后果，就是表达真诚悔改的方式之一。路加福音第15章就是浪子的比喻。这个儿子，好，他跟他老爸吵翻了，把钱拿一拿就出去，好，就出去爽了。爽了几个月之后，没钱之后，开始去喂猪。喂猪还没有拿到钱，他就跟猪抢这些食物，抢猪饲料来吃。吃的时候，他想到他爸家里面当他爸的员工，还比我现在还好过，所以他已经想到后果，我要去跟我爸道歉。而且呢，我跟他说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成一个员工吧，雇工吧。他已经接受承认这样的后果。好，说你要跟你父亲道歉，跟你妈妈道歉，妈对不起。好，你可以打我，你可以骂我，你可以扣我的零用钱，你可以让我2、3餐不要吃饭。好，我都愿意接受。你把后果搬出来，你想你爸你妈会不会扣你的零用钱？好，大家都摇头，会啊。这边有人说很坚决的会。好，那你爸妈真的是很有智慧。通常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的比喻，这个爸爸他也没有真的把他当作雇工。你跟神怎样认罪认错，神他愿意饶恕你，神也会感动这些你要去向求饶恕的人，会感动他们的心。为的是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要跟我的父母亲道歉？为了要把关系修复。为什么要把关系修复？因为我不要活在罪恶的辖制当中，我不要骨头枯干，我不要肩膀沉重，我不要未来几十年生活让这些罪恶来影响我，就为了一个吵架，为了一句话，为了一个不爽的事情，然后未来几十年我就关系就越来越恶劣。这是第几个 A？ 第5个 A。第6个 A 是要 alter your behavior， 好，要去改变你的行为。向冒犯人解释我要怎么去改变啊？爸，对不起，我讲错话，我以后讲话要轻声细语，我以后讲话会客气一点。好，你能够去 alter 你自己的时候，表示你看重这件事情，并且你也提供一个标准，好，去衡量改变的进展。好，下次我如果讲话再这么急、再这么躁、再这么冲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好，就是一个改变的行为。最后一个 A。Ask for forgiveness and allow time， 好，请求饶恕并给对方时间。有一些人可以很快去原谅你，但是有些人不一定，他需要时间。所以我跟你道歉，你可以原谅我马上，或是等一下，或是明天。好，
好，这是要让对方去允许。好，所以你要给对方好，不要说，你要饶恕我啊，我已经跟你道歉，你为什么现在不原谅我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马上去原谅别人的。好，跟你旁边说一下，不是每个人可以马上原谅别人。就算你马上跟他说对不起，有时候他心中的怒气没有办法马上放下来。所以第7个 A， 你要给对方时间，你要 allow time， 要给他一段时间。他可能需要30分钟，他就会气就消了。他可能他气消之后，他就真的原谅我。可是呢，这30分钟你没有给他，你为什么不原谅我？我就已经跟你说对不起，你又怎么样？好，抱歉，这30分钟他不会气消。3个小时之后，他有可能要过3小时。这3小时你又不跟他好好讲，变成3天、3个月、3年，这样没完没了。所以这7个 A 我们要学习去应用，但是后面要讲的是，不是每次的认错就是要照这7个 A， 好，要去address， 或者是要去 avoid、admit、acknowledge、accept、alter、ask， 这7个 A 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用。但是呢，好，你如果小罪的时候，好，你可以用简单的对不起、道歉。好，踩到别人脚，好，你不用去踩到林弘洋的脚，你不用说就照这7个 A， 林弘洋，哇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8点23分不小心踩到你的脚，好，我要具体的认罪，不需要，好，只有严重的时候才用这个来彻底的认错。认错的时候是去服侍人，好，不是要为了让自己感觉到舒服，不论对方的反应如何，好，竭力去实践自己的诺言，修补所造成的伤害，改变自己，通往和好的快速道路，认罪。最后，我们已经快要进入结束了。这4个行动，我们已经讲完3个行动。第1个行动是悔改，第2个行动是自我省察，第3个行动是认罪，而最后一个行动就是个人的改变。我们一起说个人的改变。个人的改变呢，从修补关系、罪里面得自由，最后步骤就是要透过跟神同工，改变自己的态度、行为，让自己长大，什么熟、成熟，更像什么都。基督，因为神非常想要帮助我们成长跟改变。经文太多，我实在是找不到。腓立比书第2章，我们自己看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在腓立比书2章13节，还有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4节，都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成长，神要我们改变。但是没有像罪恶。每个罪或是恶习是无法靠神的恩典来克服的，因为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来克服各样的罪，克服各样的恶，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帮助来改变。个人的改变有4个方法可以与神来同工。这4个方法，第一个就是祷告。我们一起说祷告。诗篇139篇23、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这第一个祷告。第2个，在主里喜乐。诗篇37篇，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所以你要改变，就是要靠主喜乐，在以耶和华为乐。第3个就是要研读圣经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，查验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从读圣经来查验。第4个就是要去实践，属神的性格要透过规律的练习才能够发展出来，所以我们需要规律的来实践练习神的话。腓立比书3章14节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上帝已经把这样的目标放在前面，你要不要去做？要不要去练习？去 practice， 去实践？结论：冲突是可以操练神性格的绝佳机会。有冲突，你的性格才有机会被操练。你一辈子都跟人家没有冲突，不代表说你的性格没有问题。而且当我们在冲突当中，我们要诚实处理在冲突中必须负的责任。因为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就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所以在我们洁净的过程当中，是因为耶稣先赦免我们的罪。如果耶稣没有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把握，我们没有确据，我们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耶稣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去跟谁认罪？你要跟谁认错？
在旧约透过献祭，透过祭物的血来做赎罪的